南投冻顶茶米发展协会举办一场做茶竞赛的演习，今年是第一届开放予外县市的茶农嘛会当参加。头早班的茶青茶农就开始拍日踏步，拢爱照期间。这是由冻顶茶叶发展协会所办的竞赛加研习，参加茶农真厉害，和现场拢是茶叶的澎湃。今年比较不一样，是我们做扩大办理，第一次在民间这边做举办。那以往我们都是40个名额，那今年我们是取到50。因为敢若南投县的茶农会当参加今年扩大办理，邀请外县市的茶农做伙来交流。比赛之外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交流，因为青农基本上大概都不是从像老一辈从小就在家里学习做茶，他们大概都是在外面读书，长大之后才回来。南投作为全台上大的茶叶的产区，透过研习甲竞赛提升茶农的做茶技术，嘛有更加侪少年的茶农有这个舞台通表现，为台湾的茶找出新的未来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